在座的母亲节快乐！咱即摆是时间传的时间，短短的时间，咱来看今仔日要出题的两条信息。首先，咱来看信息65首，这首咱们就是嘞，座位先来临，第一站甲第二站，为着美丽的未来。虽讲今仔日落雨，人过雨水嘛是上帝所创造、所创造的。好，咱即摆来看另外一条，信息204首，这首就是大家嘛拢熟悉的。我真爱讲这故事，我来先来读第一站。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奥妙的台，论主极大的荣光，以及伊大真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知事实，互我心安兼知足，名过旁开甜蜜。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的故事，少年听我做。咱即摆来做伙念第4站，我真爱讲这故事来。我只爱讲这故事，是在我世界，永远的知道，因我爱着他的所在，注意环境，也是关了，让你头先让你内办。时间已经到，这时请咱以平安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礼拜。造饭。查某囝好吉行为，最最多多超乎一切，多多力超乎一切。只是咱来因信息65首，
为着美丽的地名，请咱起立献全手。书读圣经，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使者，咱的主，对圣神同在，对在世万有主事，由因为人多来受苦，定是给信来做恩故。第三位定是人用好啊，就因他这个全能的父上帝话。因为你来过来信奉，啊是啊，我是信神，信奉教会，信奉上帝，最为下面有被过法，永远的王命。请坐。即时来展开启文第21篇，也是诗篇100篇。全地永远摇花出花叶香，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要用感谢伫伊的门，要感谢伊，学落伊的名。伊的主爱到永远，伊的主爱到永远。咱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鼓动对教会听甲带领，你是咱教会的头，一切代志拢伫你的手中有所安排，打咱同心合意。你来献上祈祷，将教会需要甲未来方向交托你。头前，咱为着教会整件的家庭来祈祷，愿你亲自赐智慧甲资源，保守家平安，家庭顺利，拢无差错。愿即间教会成做一个会互人亲像伫你的面前得到安慰，得到伊伫的所在。
也有整件的过程，真做教会团结合的见证。主啊，咱嘛由教会来小组来祈祷，愿神充满每一个小组，互组员彼此相听，互相扶持，拢会伫信仰中成长，愿你兴起，并做于心组长的同工，互小组不但是人数真多，也是信仰生活的根基。今仔日也是父亲节，咱为着所有的母亲献上感谢。主啊，伊所赐的母爱也是真正宝贵，愿你安慰劳苦的心灵，坚强因的信心，赐福因伫家庭甲义中的生活，愿因一生拢着伫主的恩典里。最后，咱也为着新义的门份来祈祷，愿你感动兄弟姊妹的心，互因伫中间有人愿意来学习道理，行主的路。愿你使用牧师帮助学生伫信仰上来扎根，彼此鼓励，互相学习，结出信任的轨迹。主啊，咱感谢你听咱的祈祷，一切荣光拢归乎你。这是咱主祷文来祈祷。愿你天的父，愿你的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成，你的真理体。愿你的是你老愿下面发的我，请求万的下面我的我的主万的是，有给万的发的你拜，因为我关能够一起做来同情。圣经，今仔日要读是提摩太后书1章5节，念入你的心内无假的配，这个信是真理，建伫你外妈罗伊甲你老母有年纪，我相信这个配也是建伫你。只是咱请圣歌队带咱今仔日的讨论。
即时来讲动，咱请稳当的刘老师，伊要讲的题目是小龄的团体母亲的影响力。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天父上帝的带领，互咱会当伫四季拢伫上帝的听内面来成长。特别今仔日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是母亲即几天同欢喜的日子。教会我看有侪的小组也是团契兄弟姊妹，咧聚会时阵拢会讲今仔日甲母亲去食母亲节大餐吼，为昨开始就有吼，有是拜五、拜六吼，拜日今仔日无得甲下晡暗时吼拢有吼，中昼顿甲暗顿。每一个母亲恭喜咱伫即几天会当有即款好的款待安尼吼。我兜嘛是啊，今仔日暗时我自厨啊吼，本来是想讲要去餐厅食吼。敲电话去拢额满，收慢嘛吼，我着后补，嘛无法度。这个简讯就讲杨先生，抱歉都没有。我想无今仔日我来主厨好啊，今仔阮母也会当食着顶级牛排。感谢你们上帝吼，互咱拢会当有一个母亲伫世间来照顾咱。我食到55岁啊，其实伫我的妈妈吼的眼中，依然是一个小朋友。我相信这是咱做母亲有即款的感受。特别咱诚做一个母亲，我相信伫主的听内面，咱会一直不断在成长，在成长。所以今仔日我透过这段的经节也是讲用这个题目属灵的传承。母亲的影响咱，我相信兄弟姊妹，咱一直真清楚，你细汉的这个印象，一直到即马，
迄个母亲的影响力，无论是母亲伫世间的年纪是长还是短，我相信只要母亲伫咱的生活内面，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无法忘记迄个影响力，特别是牧师今仔日要用这段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着念着你心内无假的信，这个信是大声点伫你的外妈罗伊以及你的老母幼年期，我亲信，这个信也是点伫你，这个信也是点伫你。所以今仔日是母亲节，是咱纪念母亲、尊迎母亲的日子。圣经教示咱爱友孝父母，这是对有带来迄款应允的概念这是一个应允的概念。进一步，咱会当看到母亲对伊下一代，咱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信仰顶悬迄个影响力是偌尔大，是偌尔大，而且是真关键的时刻，非常关键的时刻。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内面，甲这段的经节内面，使徒保罗提到，说人提摩太的信心是无假的信，无假无虚伪的无假的信。这个信心毋是一时的感动，也是讲环境的影响，是对一个属灵的传承。所以，这个信心对伊的外妈，即人罗伊，罗伊，到伊的母亲，即人幼年期，甲佮讲到即人提摩太，诚做伊侍奉上帝真重要的根基。所以，这互咱看到一个虔诚敬虔的母亲。会安怎又会当伫咧上帝国度内面发挥这个真重要关键的影响？所以无论是你是今仔日是父代母职，还是讲你就是一位母亲，我相信这款信仰的影响力，是值得咱遮来学习的。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用这段经文内面有3个方向，甲咱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头一点，麻烦 PPT 帮我放就好。记得。PPT 放一下，好，头一点，咱先看头一点。母亲的信心，就是属灵传承的根基。咱透过这段经文，短短一段尔，咱就会当来思想母亲的信心对倒来，伊是属灵传承的一款的根基。使徒保罗讲，这个信是大生你的这个外妈，这人。罗伊甲你的母亲幼年期的心内，所以可见提摩太的信心毋是突然产生的呢。咱的信心嘛毋是突然就产生，是建立伫咧家族中间一代咧传承的信仰顶悬。所以遮用啥？无虚假的信，无假的信，意思就是啥？纯正、真实，无有杂质的信息。所以咱知影一件事，信仰毋是遗传的信仰不是遗传的信仰毋是遗传的，但是信仰会使安怎传承？所以母亲若对上帝有真诚的信心，安尼迄个信心的影响力会真大，会受到自然伫咧即个咱的家庭内面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所以，互囡仔对细汉都会当感受到上帝真实的同在。咱知影提摩太会当成做接班人接班人会当成做早期教会真重要的领袖，就是因为伊细汉有即款属灵的模样。咱有遮的青少年，咱的主日学学生，拢有要对妈妈讲的话，伊会放送出来。我看遮的青少年也好，也是遮的主日学的学生。因国中生，因对即个妈妈的看法真多当然对信仰的方面，因拢有提起。即个妈妈安怎样伫咧因细汉的过程中间，用安怎用信仰来带领遮个青少年、遮个小朋友真好，属灵的模样。所以在座的母亲们，亲爱的母亲。恁的信心是囡仔生命内面上重要的投资，知无？恁的信心是囡仔生命内面上重要的投资。世界，咱知世界互咱的囡仔有知识、
有才华、有技能哦，还有竞争力，但是只有母亲真实的这款的信心，带咱正做囡仔的灵魂，陪伴迄个永远我的方向，迄个永远我的方向来跑走。哦，这是互咱来体会甲经验的。第二点咧，咱兄弟姊妹做伙分享的就是母亲的模样，母亲的榜样。母亲的榜样其实是无啥，确实有开咱的见证。哦，母亲头一个是母亲的信心，是一款属灵的传承的根基嘛，根基。第二款是母亲的模样是无啥的，但是却有力的见证。咱看这段经文内面，虽然无有讲到，无有记录这个提摩太的妈妈罗伊甲尤尼基讲过什么道理，行过什么实践，但是因安怎无假的信，已经成做提摩太同强同大的见证。所以伫遮提醒咱兄弟姊妹，信仰的影响，毋是干那透过教导啦吼教。搁较是，咱透过伫生活的模样，这是真重要。生活的模样，所以咱做母亲的当然无需要每一个礼拜讲一篇道理，互咱的囝儿听。但是囝儿逐工看到你安怎样祈祷，你安怎样面对困难，你安怎样疼人，你安怎样辛苦挖靠上帝。所以这拢是啥？这拢是无声的内面，为着囡仔建立对上帝的信心、信仰。的人办，所以敬虔的生活是同有气力、同有力、同好的说服力的见证哦。敬虔的生活，所以嘛免咧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哦。所以有一句话讲，信仰爱用性命去讲，毋是用嘴遐伫讲哦。信仰爱用性命去讲，毋是用嘴咧讲。所以母亲的敬虔生活是囡仔一生真深的记忆，也是因往往咧回想母亲的过去，才会所行所做信仰的根基，要安怎样因会当安怎会当转向迄个咱的主，仰望咱的主的迄支所信。所以咱会当看今仔日这个世代，咱的囡仔，做青少年，咱的囡仔，伫咧这个网络，伫咧这个社群媒体。哦，甲所谓多元价值的中间，但厝内面无有一个坚定稳固的属灵的模样，因真将伊就安怎被迷惑了，被动摇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咱在座的母亲，你的模样，你的榜样，会当是囡仔信仰顶顽同稳定的指南针，这是真重要的一个代志。第三点，咱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母亲的思维，咱若对第一点，母亲的信心是属灵传承的根基，咱思考者较受影。透过这段经文，母亲的模样，无啥却有力的见证。最后一点就是母亲的思维，咱的思维是啥物？将信仰传承予下一代。提摩太后书第3章15节嘛捌讲过，而且知影你是对细汉就明白清楚圣经。哦，咱若有圣经掀起来看，咱就知影提摩太后书第3章15节，安尼记载提摩太哦，伊即个使徒保罗知影讲，即提摩太，而且知影你是对细汉就明白清楚圣经，所以这表示一件代志。幼年期提摩太的妈妈幼年期对提摩太细汉的时阵，就教示伊上帝的话安尼。对细汉，所以伊知影信仰的传承，幼年期知影信仰的传承，袂等到囡仔大汉才开始，是对翁仔就会当开始。今仔日咱有一个最小的翁仔哦，在这边哦，细汉翁仔就伫遮，母亲抱咧爸爸陪伴，伫咧即个过程中间，翁仔就受到影响。我相信，这个翁仔伫咧舞台的时阵就已经开始。哦，只有两位哦，即马有两位翁仔，一个是姐姐，后位哦伫育婴室育儿室遐、亲子室遐，哦，细汉带来教会，带来即个聚会，咱将信仰传承予即个下一代，真重要。
所以提摩太对细汉的时阵，伊的妈妈就开始安尼来教示。亲爱的兄弟姊妹，现代真侪基督徒家庭通常忽略的，就是把教会的教育完全交予主日学老师。我毋是讲主日学老师无重要，但是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就敢若亲像，其实咱的即个主日学的宗教教育，毋是学校的概念。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爱知影，毋是学校的概念哦，毋是家长来教会要求主日学老师哦，毋是即款概念哦，咱爱清楚知影，是咱共同，咱爱安怎样配合教会的这宗教教育。所以后来的发展就是，毋是干那小朋友上主日学，咱是搁有啥？咱讲成人主日学，哦，还是讲青少年主日学，哦，有即个啥？即个概念。咱即摆就是其实就是咧主日学的训练的过程，训练的过程。哦，所以咱千万毋通讲啊，咱即个教会有主日学，哦，就是完全等候主日学老师甲咱顾囡仔就好啊，莫互当遐吵闹，安尼就好。哦，毋是安尼，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爱有即款的概念，咱做伙伫遮来实践迄个信仰，对主日学的宗教教育，将圣经顶悬的记载安怎样落实伫咱的生活内面，伫个教会咱就会当伫遮来完成，甚至到最后是转去到咱的厝内面。所以，真侪家长伫即个时代教主日学老师就好啊。但是却忽略真正重要是家庭，甲是囡仔同初，还是同重要的信仰学校。咱的家庭，你我咱的家庭，夫妻哦，即个家庭学校的第一位，咱讲属灵的老师，属灵的老师。当然，你会讲牧师父亲呢？我相信这是一个家庭的单位啦，吼。因为今仔日特别，当然咱纪念庆祝母亲节，咱特别爱搁甲咱的母亲有即款的即个教导教示，咱互咱会当来思考这个事。家庭的教育，属灵的老师就是咱伫家庭内面第一个，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所以信仰传承，即个囡仔毋但是互因知影信仰，搁较互因会经历迄款的信仰。伫困难的内面，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也是讲做母亲、做父亲，伫迄个困难的中间学习安怎样来祈祷。伫个家庭的内面去经历上帝的供应，经历上帝的医治，伫生活内面咱看见上帝的信息、上帝的慈爱。咱伫教会即个大家庭内面，咱也是同款去经历即款上帝的供应、上帝的医治、上帝的神迹奇事，伫个你我咱的家庭、咱的教会内面，一直不断在产生、在发生。咱就看到圣经顶悬的记载，确实是有影，确实是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母亲的话语、祈祷、陪伴，拢是一款属灵的种子、属灵的经济，会伫个囡仔的心内面安怎哺育大汉，甚至当因离开信仰侪年了后，依然会当为因的悔改归主，成做一个真水好好的记号。所以，今仔日你所赢的信仰的经济，将来会成做你囡仔生命内面上灵的轨迹。所以最后的结论，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的，也就是母亲的奖赏啊，母亲的奖赏哦。所以，亲爱的母亲，可能你会问讲，牧师啊，我遮尔啊努力拍拼祈祷，教示我的囡仔，但是因还阁离开上帝，因还阁是背咧无听话，安尼敢有效？就互我想到加勒太书第6章第9节有安尼讲：行好毋通丧志，嘛毋通灰心，到的时阵就爱安怎修行。加勒太第6章第9节，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上帝的话放袂去你的目屎，祈祷甲教示。
伫你暗中所压的遐经济上帝的亲自伫个光的内面，互伊来成长。最后，今日我来用一个神学家，一个有书咧讲的施布真哦，伊捌讲过，伊讲世上同伟大的事工，毋是伫教会的讲台顶悬来完成的，是伫个母亲的脚头碗、母亲的膝盖上面来完成的。我阁讲一遍，世界同伟大的事工，毋是伫教会的讲台顶悬来完成。是伫个母亲的脚头有顶悬来完成的，就是因为就是伫母亲的脚头有顶悬，囡仔第一遍听到的祈祷，也是伫迄个所在，是毋是？各位母亲，咱还会记第一遍甲囡仔做阵祈祷是啥物时阵啊？一定是抱着伊的时阵嘛。第一遍的祈祷，囡仔有听到，伫迄个所在，因第一届看到上帝的样式。所以今仔日咱做伙，即个敬虔的母亲来治，嘛求主兴起搁较济的劳意甲有年纪，互上帝真道代代相传，一直到主过来。等一下，咱家风长老要来做一个对母亲的这看见的信仰的见证。我相信就敢若亲像今仔日牧师伫遮来分享，愿主来帮助咱。当互咱看见咱的母亲，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来回想。我得较有的兄弟姊妹讲，我的母亲已经无伫世间，但是来回想迄个母亲陪伴咱信仰的历程，我相信这是真重要的。即摆咱是真正做一个母亲，你要安怎样？伫个这3点，咱的信心、咱的模样、咱的使命、属灵的传承。咱的模样就是点点静静来做真侪有力的见证。所接迄个使命就是咱将信仰传承予下一代。愿主赐福帮助咱，请咱3个暗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赏赐无价的信心，透过阮厝内面的人一代过一代来传承。感谢上帝伫提摩太身上所做的工，嘛，互阮看见伫家庭内面属灵模样的重要性，由你坚固阮的心，互阮会当伫日常的生活内面活出真正的信仰。无论是言行、举止、行为、疼心、信心、清洁顶悬，当作水搁好的模样。特别为着阮诚侪人的父母的。人的阿公阿嬷，才会期替阮做阵，而且互相来带导。求你加添阮的气力，嘛诚做囡仔属灵生命内面的奠基者。嘛求你感动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拢会当诚做信仰的传承者，甲福音的种子也伫下一代的心内面。愿你得着阮整个家庭。诚做为着你荣耀的器皿，愿安尼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请教堂长老来到头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今仔日受邀请要来分享有关阮妈妈的见证啊，特别受指定讲爱讲妈妈的信仰对我的影响的部分吼。结果我想了真久，我毋知要对一个角度来讲吼。一般来讲，我对外口宣自称家己是第5代的基督徒吼，总是对我妈妈来讲，伊是第1代的基督徒吼。我的妈妈是对一个拜偶像的家庭来出世。23岁，伊嫁了我的阿爸。逐冬后，伊掘钱吼。其实伊讲伊掘钱，其实我个人感觉伊一件事，件是洗礼尔吼。为啥物受洗礼呢？因为伊嫁到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内底，所以不得不啊。无洗礼是有压力的吼，无洗礼是有压力的。
虽然信主捌经历过一寡新业奇事吼，比如讲吼，伊感觉有迄个偶像来找伊啦吼，因为伊以前拜偶像，偶像来找伊，后来通过牧师的祈祷吼，奉主的名甲鬼赶出去，但是伊的信仰拢无定根伫伊家己的生命内底。其实对我老爸来讲，伊对基督教的信仰嘛是一知半解啦吼，伊嘛无啥清楚，所以伊嘛袂晓带我的妈妈吼，带领我的妈妈。直到后来有一遍吼，我的妈妈因为教会某姊妹的歹所行来跋倒，了后只有伊就变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连教会拢无咧去吼。啊，无去教会，另外一个原因其实是无用啊吼。当时我的爸爸甲妈妈因是咧做美工会的生意吼。咱知影以前无迄个大卖场，无 Costco 甲家乐福这嘛吼，嘛无人咧卖外国货，所以一般人嘛是真少咧出国吼。所以卖工会的生意真正好做吼。因讲吼，因大个的时阵吼，伊伫菜市仔咧摆档吼，早市、夜市吼，一档吼就是一个市吼。伊扣掉成本会当赚1-2万块吼，迄个时阵的1-2万块，定定有诶代志吼。总是生活好过了，气头就来吼。我爸爸的个性是真爱佚佗，爱有生活淡薄仔懒惰吼。感觉有钱吼，就要做毋做，要做毋做吼。就有机会吼，就四过去找人行棋啦、耍麻雀啦吼，一算就耍几工，出年的代志拢是交我的妈妈吼，拢无咧管。后来有看人咧耍股票吼，感觉耍股票感觉较轻巧，赚的钱搁较济吼，所以嘛对人咧耍股票吼。民国78年的时阵，咱知影股票大崩盘吼，对15000几点，大概3000几点。过程中间，我的爸爸不断的伫遐融资融券，最后卖出去台南，阮中国城的一间金店面吼，啊，佮所有的定存。阿公，我外公到阮妈妈的迄个厝吼，拢卖掉，另外家己大个厝，搁借钱贷款250万吼。迄个时阵欠钱，翁仔某拆破面，爸仔囝关系无好，家庭得要破碎，前后差不多20冬的时间吼。当时我是一个高中3年级的学生吼。不过真感谢主，伫我高中2年的时阵，我已经经历过上帝啊吼，对信仰已经有较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对我影响无解了偌济吼。这是另外议题吼，这是另外议题，无要伫今仔日讲吼。转来讲我的老爸甲我的老母吼，你毋知因为欠债的关系，翁仔某吼开始无信任吼。我的爸爸有当时啊起笑起来是拍我妈妈吼，因为安尼我嘛捌看我的爸爸相下过吼。捌看阮爸爸相拍过吼，搁较含的一项代志就是吼，因会伫半暝啊1-2点的时阵吼，去阴庙去救抓吼，救抓讲你无啊吼，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吼，竟然走去阴庙救抓，啥物叫阴庙？咱知影？伫蒙阿堡边啊，迄庙啦吼，蒙阿堡边啊拢有庙嘛吼，半暝啊1-2点的时阵去迄个所在吼，这真正是撒旦的计谋吼，撒旦的计谋。我妈妈回忆讲吼，伊用迄个华语写迄个见证文，我用华语来看吼。挫折和试探接二连三的来，家庭纷争不断，关系渐渐疏远，致使感到路越走越辛苦，有轻生的念头。我没有快乐，整天自怜自爱，泪流满面。什么黎明曙光，我一点都不敢奢求，甚至回到过去的信仰，求神问卜。希望在前路茫茫中寻求一线生机，这是我生命中经验中的最低潮。不过，亲像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所讲的，恁所拄到的刺，毋是人的相似，上帝是信实，无要互恁拄到刺过头伫恁所的，就是伫受刺的时，煞要开拓出的路。互恁当会起吼，上帝拢无去杀伊的羊啊吼。1997年的时阵，我做兵转来，迄个时阵对我来讲，我对头前的路站嘛是茫茫渺渺吼。我毋知影我是要继续读神学医，还是我要转去我的病院做我原本所做的代志吼，还是当时有一个机会讲会当互我去中国大陆学中医吼。
到迄个时阵，有一个叫刘竹春的牧师吼，伊有真有先知性的文书，会讲有缘吼，伫台南的磐石之家举办一个祈祷会，我想要去，所以我迄个时阵我嘛邀请我的妈妈去。结果我的妈妈伫即排的电话中间拄着上帝，上帝通过刘竹春牧师甲伊的祈祷甲伊讲吼，迄个你所挂虑的人，上帝要改变伊吼，迄个你所挂虑的人，上帝要改变伊。讲出伊内心深深的渴望吼，突然间伊对生命吼，对人生充满希望，开始追求信仰。你真正无法度相信吼，无法度想象一个人是安怎受上帝所改变的。当妈妈改变了，伊开始受造就，伊开始去传福音。当时传福音的系统叫三福吼，王太太你好，逐工就咧王太太你好，伫遐咧背迄个台词吼。伊讲长老教会的聚会无法度满足伊，所以伊四过去参加电会，四过去参加营会受造就，嘛开始咧服侍吼。我妈妈是生理人嘛吼，所以伊的文书真了解人客的心理吼，所以伊真晓传福音吼。伫公园含伊做伙做运动的人，一个互伊拖去洗礼吼。听讲有超过2分之2的人拢洗礼啊吼。伊嘛真会晓关心人，关心到人的心肝顶吼。教会有真侪人是因为伊较去教会吼，其实这无讲做好啦，但是就是会当代表讲伊会当带互人的影响吼。我妈妈开始伫过节，但是你爱知影讲，迄个时阵我爸爸也无改变吼，家庭的气氛其实也阁无啥变化吼，只是对妈妈的影响较少啦，因为妈妈的心内只有上帝。2003年，妈妈受选做执事，2任后伊阁受选做长老吼。我阿公阿嬷对伊的看法完全改变吼，因为伊遐后生查某囝吼，第4代基督徒无一个伫教会认真的人，吼，无一个教会认真。妈妈的信仰大进步了，伊有真侪代志是伊反倒转来教我吼。第一，伊真重视圣经吼，厝里内底吼，伊讲当灭之物就要当灭嘛吼，厝里内底当灭之物，拢总摕去担讨干吼。印象上深的就是吼，厝里有一幅真水真大幅的刺绣画吼，啊，迄是传统中国风的迄个风格吼，真水吼，足大幅的，迄可能嘛无俗吼。只因为迄幅画顶悬有一个凉亭啊，咱知影凉亭啊顶悬的厝顶啊，亲像庙嘛。伊讲迄就是庙，迄是上帝无欢喜的，要摕去烧掉吼。我阿嬷嘛真正足可惜吼。我妈妈只有国小毕业吼，伊无读过啥物册，所以伊嘛是真单纯的信吼。伊无亲像我吼，看信仰对讲东讲西吼。啊，你看伊敬拜就专心敬拜，举手大声喊大声唱吼。无亲像我荷包一大堆吼。我妈妈是祈祷的人吼，伊每一天跪咧祈祷2-3点钟，所以有真侪人会找伊来祷。比如讲你娶袂着某啊吼，嫁袂着翁啦，生袂出囝啦，找无着头路啦，看病带医出袂出来吼，伊的祈祷真正有效，真正有效吼。所以当时吼，连我爸爸拢感觉真奇妙吼。我爸爸吼，伊有几遍吼，感觉家己做亏心事，结果巴肚痛，拢感觉是我妈妈祈祷靠了上帝，所以上帝来处罚伊的吼。啊，其实我伫遮想着，我爸爸58岁时阵吼，因为后来做工会生意无甲偌好做吼，啊，阮爸爸拢伫咧厝里拢迄个乱说嘛，结果妈妈祈祷吼，伊58岁时是工课来找伊做哦。吼，伊进前伫空军服务过，所以伊会晓修理飞机，所以人一个民航的迄个飞机咧，请伊去修理吼。啊，伊迄个时阵伊薪水阁袂少，啊，逐工拢无代志做哦。为啥无代志做？因为伊惊需要做一件代志，迄直升机啊，普罗佩拉吼顶悬，伊惊需要射迄支普罗佩拉射互载荷，惊伊会晓射命吼。啊，一个月惊需要射2台尔，所以平常时拢无代志，薪水阁袂歹吼。伊我妈妈记倒来吼，所以嘛感觉足神奇的吼，一工课去找伊吼。直到即摆吼，我的妈妈生活嘛是过得真简单吼，啥物物件拢毋甘买啦吼。但是伊讲伊只要有需要吼，祈祷上帝，真奇怪，就有人会送伊吼。每一摆我倒去台南的时阵，伊就是伫咧算这文典了我听吼。后来我的爸爸吼癌症最后2档吼，妈妈无计计到过去，尽心的照顾，互我老爸真感动。
嘛真实悔改。除了恢复翁仔某的关系，也帮助我的爸爸体会到信仰。即摆我妈妈咧做啥物？伊真正无闲吼，含我要找伊，拢啊趁利用时间吼。伊每一礼拜有6组的 RPG 的祈祷吼，参加东门教会的上联大学吼，教会服侍开放家庭做小组做祈祷会。啊，阮阿嬷吼，迄个过身之前有传福音，互伊信主，即摆咧积极咧传福音，互我的阿舅吼。然后伊真有伫基电会咧分圣经传福音吼，啊，这是真值得讲的。我的妈妈感觉这是上帝咧尊严伊吼，因为伫这机构内底，伊拢讲吼，伊四周围的人毋是医生，就是校长，就是企业家吼。然后吼，伊一个国小毕业的人吼，做会长，大家拢愿意听伊讲话。所以伊讲上帝舍弃伊的慈悲啊，上帝舍弃伊的慈悲吼。即日伊定定来南口吼，因为但是即摆伊拢讲无时间吼，只要阮转去看伊。不过阮嘛真放心吼，伊一人伫台南，一堆兄弟姊妹吼，就有状况伊就敲电话来甲我报告吼，所以我妈妈即摆咧安怎吼嘛，脱离袂出我的所在吼。伊的见证我就分享到遮吼，即摆伊真感恩真喜乐吼，伊讲伊只要耶稣就好吼，我伫伊喙边的吼，就是迄句保罗所讲的吼。毋尔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有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粪扫，是爱得到基督。国语来讲就是讲，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想想，本身前你甲讲，安尼你甲我当作是啥物？看作粪土啊！我要表达的是吼，因为有耶稣，伊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吼。伊的喜乐总是你绝对看袂出讲伊原来是有严重的忧郁症、恐慌症。尤其吼，伫阮爸爸过身的迄段日子吼，真正足严重吼，足严重吼。如今伊已经活出互人幸福的性命吼。其实这个性命，只要你愿意，你我都会当得得到吼。我的分享到这，多谢。感谢主吼，互咱会当看到一个母亲的调整改变，上帝安怎引导伊三角地地，吼，伫透过即个母亲的过程，毋知今仔日迄个高中的妈妈跟我来，我来，咱伫基督内面时常来来祷吼，为着当妈妈的母亲吼，这样水果好的信仰，吼，咱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有主上帝大大的祝福，感谢主。即摆咱要来放送一段影片，这个影片是咱主日学生，咱的青少年对妈妈的话心里话，真的是心里话，咱来看。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你，在我一些困难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功课上有问题，或者是自己在焦虑的时候，你愿意陪伴我，你愿意陪我聊。那还有一个是，妈妈对我的信仰的影响，就是常常鼓励我到教会聚会，还有常常为我祷告，我自己的心情有好多的这样子。可是我也比较少在为了这些教育、这课业做烦恼。那祝妈妈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谢谢妈妈总是非常支持我任何决定，不管是我的穿衣服打扮什么的。虽然你有时候说我穿很丑，没关系，这样子尊重但不理解。然后还包括买这颗绿色的蜥蜴头，虽然我是现在头头啊，但也就是尊重。然后跟我说小心点啊，妈妈这样子。谢谢你，谢谢你，就是在我每次有一点晚回家的时候，你都可以跟我到家之后才睡觉，就是因为抱歉，只要会多说，抱歉。山奥出慧如长老，谢谢你妈。平常我周末回家的时候，就是你永远会在这一天多内会准备好1个礼拜份的水果，然后让我带回来4点，
让我可以每天我都可以吃，让我的维他命 C 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很谢谢妈妈平常在我有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单点就无聊想要打回家的时候，只要还没有睡着，她会接，然后就会很认真的听我分享，发生了什么事情，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在关于信仰方面，妈妈也给我很大的影响力。妈妈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或者是在自己活出来的生命里面，都是对我来说是在信仰上面很大的养分。最后呢，谢谢妈妈这20年的照顾，然后很谢谢妈妈常在信仰上面也成为我很棒的主题前辈。然后祝你母亲节快乐！哇！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在这一年度的母亲节当中，在这里献上我最真诚的祝福。谢谢你在过去的每一天当中有你的陪伴与照顾，也谢谢你。无论是在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或者是不小心惹你生气的时候，你都能够一次次的原谅我，也是有你教导我们之所以爱，这是现在我们愿你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都能够有神的同在，上帝爱你，我也爱你。然后讲一下对妈妈的看法。谢谢。你要讲一下对妈妈你跟妈妈看法，可以吗？非常的会跟我做，然后很认真，然后就是不会因为那个成本或是怎样就是不会放弃，然后而且也非常的对上帝有信心，就是很常祷告。你太有信心了。我觉得他通常就是想要什么就很努力冲他，知道吗？就是想要，就想他脸，知道吗？我们今天要完成一件事情，他就很想要在设1个月内，他就说我们这个星期内我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就会信仰。这个信仰可能一般人撑不住的，一定是有数的。好像从哪里？就是这样，就这样。然后祝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好，3、2、1，母亲节快乐！好，这是咱的高中生，高中生和国中生。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祝你们。祝。感谢主吼，咱拍鼓啊，咱拍鼓啊，感谢咱妈妈吼。好，这是吼，真感动吼，看咱遮的囡仔一天一天咧大汉吼，伊会当讲出因心内面对咱的母亲的话。感谢主吼，愿主祝福咱在座的母亲吼。这是咱请咱所有的母亲起立牧师来做一个。祝福祈祷，咱所有在座的母亲，在座的母亲，咱起立哦。咱若是父代母职的，咱嘛起立哦。父代母职，咱嘛起立哦。感谢主，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三甲来感谢。听我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伫这个感动的时刻，愿回想过去母亲对阮的关顾，愿感谢天父上帝你的引带甲带领。互阮每一位母亲无有失去因应该有的这份，反倒转伫上帝的听内面，阮搁较坚强，阮搁较努力，阮搁较拍拼。无论伫生活、伫信仰，阮拢会当对上帝有真大的交代。
感谢特别上帝，你赏赐祝福阮在座每一位母亲。当阮来回顾阮做母亲初初的时刻，阮看到这个细囝渐渐来大汉，阮感谢上帝，你赏赐予阮在座每一位母亲，会当有勇壮的身躯，会当有水搁好敬虔的信仰，来做遮尔多信仰的传承。我嘛感谢上帝，你予阮在座每一位母亲，会当继续伫阮的家庭，伫阮的教会，成做一个水搁好信仰较正的模范，嘛帮助阮在座每一位母亲有上帝特别的恩典甲怜悯，赐予阮在座每一位母亲，互因头前过来的年日过来道路，有上帝大大的祝福满满伫阮的母亲顶端。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请咱议员徛伫，咱搁一遍拍鼓啊，来感谢咱所有的母亲。即马咱种子小组吼，咱的大生要来分享遮个高中、大专的遮个学生啦吼，遮囡仔要来分享咱母亲奖一份吼。你若坐着的，摕着的你就坐落来，哦，摕着的你就坐落来，哦，摕着你就坐落来。多肉植物啦吼，这真好吃哦，真好吃哦。一礼拜浇水1次就好，哦，来。你摕到这个列面，你就坐下来，哦，坐下来。哦，这个顶管有搭这个这个加工的，哦，这是咱少年团体、国中生少年团体因一届的聚会因搭，哦，因搭，哦。啊，咱的这个大专生、高中生哦，来分送礼物哦，给我们的妈妈们哦。哦，这个多肉植物吼，真好吃哦，咱就一礼拜压一摆花就会使，哦，压一摆水吼，压一摆水就会使，哦。啊，咱来放伫咧即个日头有的所在，哦，也是讲咱光会当烧着的所在，哦。哦，这是多肉植物，哦，多肉植物。咱每一年拢有无同款的小礼物，哦，小礼物。有些人无摕着无？礼拜结束了后，哦，咱看后面也有一个心哦，后面也有一个心，咱会当甲咱的妈妈伫遐来打卡照相，哦，遮个相片就是咱两三礼拜前有邀请咱家己姊妹提供甲妈妈的相片，放伫咧后面，哦，咱会当伫咧遐，做礼拜算了后，哦，咱伫遐来做伙会当甲妈妈翕相，哦，也是咱全家翕相，哦，都会使。好，以上安尼吼，咱搁一遍拍鼓啊，将一切鸟的标志放上去。这是咱来凭信息。信息200空气秀，我真爱讲这故事，请咱起立专心。我
请坐，即时来讲的，咱请有三大纲。这即是来报告。东港事务澳洲5月18号，主理罗坤宏牧师书会大建地长老苏琴邵西佑同学交代书献王角贤弟兄、林慧玲姐妹、新嘉玲关怀、杨小文、张丽丽姐妹、片辉潘淑瑜姐妹、
会前领唱叶文群姐妹，片期是信歌队，音控王以乐执事，台艺麒麟助理哦是曾宇雄弟兄执事。主会领导以及方面，请咱主题来观看。本会消息，今仔日是母亲节，教会有准备一个小礼物，祝福咱所有母亲节快乐。第二，本会佛社协会伫7月22到26号要举办品格夏令营，是当天晚上就可以回家，隔天再参加。也欢迎咱所有国小同学一起来参加。第三，兄弟若有物件会记伫咧拜堂，请咱主领到师务招领区内底去领会。伫咧月底的时阵会做伙做清理，所以讲若有一只物件碰见吼，师务招领区就伫咧咱那个办公室外靠那个什么就是资源回收区遐，所以讲也有贴起的师务招领区，所以讲现在回有物件啊会记哩，记得去那边拾取。第四。第一届文训伫咧6月底结业，要定伫7月6号举行毕业典礼。当天也有台华语联合联改第2届文训也伫咧7月初也要启动。即日开放报名来做伙来参加，请教育组组长林慧茹长老以及各小组的组长来报名。第5月25号是福音主日。一刚邀请孙伟尧传道前来做见证分享，也请欢迎兄弟做伙邀请遐朋友做伙来参加。关怀大道，提出调用的兄弟有林德修、马来金、刘金荣、曾文德、杨玉珠、郑明霞、林李米珠、徐建庭。卢景全、段业武、洪文展兄弟的母亲。第三，也为着教会1楼礼拜堂以及3楼的建堂的整建来奉献以及拜祷。奉献报告也请咱兄弟来注意观看，若有问题，请会计来一并来反映。这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记载伫箴言31章10节，31章10节，咱做伙来谈办。有在地的为人，是举会超出来，伊的价值大大也被保障。有在地的为人，是举会超出来，伊的价值大大也被保障。即大家平安吼，即个补充报告吼，进前咱来欢迎一位拄啊礼拜来甲咱中间的姊妹吼，伊是惠美姐谢惠美姐妹的朋友吼，叫吴佩珍吼，佩珍姐妹吼，咱起立，咱来甲欢迎吼，欢迎，谢谢佩珍姐妹，来常常来甲阮的中间吼，真济。我需补充一个第4点吼，即个咱第1届的文训吼，要伫个7月初6吼，7月第1主日来举行教会真看重即个文训吼，搁毕业典礼吼，所以这是一个毕业典礼的过程吼，所以伫遮吼，咱兄弟姊妹知影一个咱还未报名文训的兄弟姊妹，咱共同会当来参加吼，第2期就要开始第2届吼，第2届就要开始伫个7月初就要开始。过来拄则我讲到吼，后面才有亚克上牧师吼，本来是伫个7月初6举行亚克上牧师的全教会培灵会，因为牧师有多学，所以改伫个8月17号吼，8月17号互咱知影吼，互咱知影即件事。好，以上安尼来补充报告。这是来上映509首，河洛天杯万红温暖，唱起。Oh
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地地，特别甲咱在座所有的母亲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休走。休走煞，才请咱兄弟姊妹做伙来行。